不可有，不可轻，无一定，不可疏于空间。如是一定，大家各当各干当。如来是为法大行介绍，如来是为法最上行介绍。上行介绍不能菩萨，最上行介绍这个菩萨，这个人家是，别人跟他说的听，咱是菩萨吗？咱是菩萨吗？啊，如来是为法大行介绍，为法最上行介绍，人一定是。所以每咱文化不难，是无简单。下当我听金光经法语，虽然学校是咱礼拜上天，大家吼，你较认真听，我含讲，无法度讲，大家有研究，较好你咧念即本佛经，你慢慢念，而且听好你念，听到尾，你袂是过去。我是要好，所以你咱一定要知影，这个经典，咱的研究咱这个语言，但是各个翻在翻对，虽然咱现在做这些，咱是翻对的，但是可能在面对这个世界，你我说你摸不上，这个你摸明白，我家是这个好嘛，所以。虽然你发了菩萨心，嘛爱得去哪？开悟境，开悟净肉，咱这个行，到底结婚就是这个开悟净肉这个念。所以呢，咱该转还心性，修到不发菩萨心，就譬如咱人的正念，咱正对啦，正对的禅啦吼，发菩萨心是心之因。所以呢，咱发菩萨心，爱去修这物件，庄严因地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这个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咱叫因果。这个如是叫啥？哇，这个是这个清净无量。你去以如是清净因，以如是清果。我哋讲嘅如是不为，咱我早讲嘅叫什么？其实我这个讲如。不用看这个啦，是，所以是如是，这不会啦。以咱所讲的，讲怎样？这个清净发心，你爱去如是修清净，这个心爱去如是结清净这个果，咱讲是安尼啦吼。最后咱进入到行为，所以呢，咱讲讲菩提，咱就要发心摩萨，咱菩萨摩萨嘅发心。这个心就已经甲凡夫不同，所以你虽然人甲凡夫，你嘛是共款心，但是咱这心完全甲凡夫心完全当作不相像。所以但是咱今年在各个啊，以种行为，这个咱来了解，咱都是同吼，所以伊咱来讲，所以讲品味众生，品味众生在这个范围，这个众生。品味的不是，品味的迄个不是众生，虽然是众生，但是迄个并不是众生啊。因为咱讲这个法心，非不众生，所以并不是一般叫众生，伊这个已经是菩萨甲菩萨心，所以伊不是一般叫吼。所以我说的众生这样多人所谓众生，是名众生，这边说三分一直造出来。所以一点讲这个众生，虽然是因缘性的众生，这位因缘性的众生是名因缘性的众生，这位众生对众生是名众生。所以以这当中，咱学校用这个来讲，对人看法。所以讲，就是讲这个三个众生，这是前面所解释品味众生、闻众生，这两部这两部的众生。如来品味众生，为众生，当体众生好，因为众生是一个表象的名词，但是当体是空，因为咱看是表象，但是伊的心一定不是众生的心啊，为不众生，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
伊发生的讲的伊就无使，伊发生的讲无使，众生上无啊，伊现在各个台湾部位，但是叫做非分众生，安条啦吼。但是这个话呢，咱在台湾来讲，安尼就挺好。因为过去这个好多过一遍，但是这款物件是过一遍你就听。因为生命众生按二个道理来讲的，这个假命众生；按三个道理来讲的，这个规规中道一定。所以伊来讲，不在假，不在假，啊不在空。所以这个空有不二道是利用空跟不假，啊假跟不空，就是中道理。这天台因这三个道理，以天台总第三分讲吼。一个叫做空观，一个叫做大观，一个叫做中观论，这个叫做三观论，安好了吼。这个三观论呢，对空观来讲起，以及三观论呢，对这个人中生死烦恼，咱进入生死烦恼，因为了修三观，学三德，进三地，生三德，伊后边了进无的了，因为安尼。对一个万物烦恼众生，行过了三观论了后，伊走到菩提了。啊，这个三观论就是修三观、学三德、证三德、证三谛、啊成三德。就是在讲空观，空就是观空，所以阿罗汉叫做观空。因为阿罗汉伊讲个观空，伊讲个观空。观空就是讲，就参像咱看啥讲，你还有看到这个模样，这是空。伊这个空就是叫做顽固的，但是伊这个空，你若会当，伊这个空是会当降低温，伊这不是叫做那从虚空变黄金，伊这能占有的，比如说那个清楚，阿拉讲讲是这个空，但这个空你若占定的，这个不空去，这不是真正。阮咧讲的到实空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呢，伊这个观空是观诸法，空无有实体，阿罗汉知影？啊，所以有上，因为伊是已经阿罗汉已经证地位，伊若要证地位，咱上好咧，好非相信嘛，修不修慧嘛，大修慧种嘛，啊，修慧不修福，啊，罗汉就无嘛，啊，罗汉就是地位，但是因为伊已经。见树一定看，见树一定看，但是伊比赛一个不一定看不好，所以伊阿罗汉伊有嗰种见树叶，见这个树叶了后，伊从2、3、4个进阿罗汉，伊要定义当中进阿罗汉，所以阿罗汉当中，伊有嗰种观到一切，这个空啊，这个空，伊观的空，伊是像菩萨观的空无是啥？伊把一切凡所凡所有想的物件，拢总是空无有。所以呢，伊观的是讲空无实体，无实体你听意思无？伊讲空的内底，讲到尾变空，无一个真正上菩萨。那阿观是观诸法，有言生假性。这个大观就是啥人讲？这个大观就是啥物观？这个菩萨，伊讲教我，伊看一切法相，山河大地哦，因为伊毋是观空哦，山河大地地着发空心哦，你树啊当中，伊所看见是树啊，你雨水看见是雨水，你石头看见是石头哦，你树木看见是树木哦，你山河大地看见是山河大地哦，伊阿罗汉，伊菩萨咧观念物件，伊观这物件。虽然因观诸法一切诸法内底当中，但有言生，但是假设有一个言生的假设伫内底，所以迄虽然讲你看到咱一切物件内底当中，我想要讲，迄张树啊，你看树啊，啊你看到树啊，迄张树啊，伊会面对你的微笑，写得清清脆的技术不然。你说欲望吗？不是般若，
我是发这个现象来说，但是当伊看到的物件，唔是个看图片的物件，唔是看图片的物件，伊看到的物件，拢总是如来发生。迄叫做啥？迄叫做无情化，无情化。咱今日会当做在讲，会当讲为迄个有情化。所以呢，我说所观到的物件，伊所看的所好内底物件，伊无对象，是如来发生。所以呢，一律往往如是多人，清清脆子是如来，即是如来，这个代表共。所从我当公布为，清净伊讲，牺牲总是广长舌，迄个溪声伫我的山顶，迄个溪啊流的水潺潺的水声来，咱听讲水啊差不多，但是伊听声声个呢？伊听是如来的说法来听，如来的广长舌，如来的说法说法，如来的说法，伊创造的也蛮奇怪。伊看到了后，清清脆脆，即是如来。伊看到嘴里，拢如来的信息上，这个啥？这意为菩萨定到我开始定。但是因为结果内底就叫咩？伊人咧当中到了第三，中观，空观不离教观，教观不离中观，中观论共专一通一教，一通一教，一空一假，一假一空，是中道实理，那个叫了得实理。是为了了得实理，咱说不能简单，咱来发挥。我理解咱的祖先，咱的祖先靠。